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。今日咧我就嚟到帝景居，帶大家睇一間頂層複式連天台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位於帝景峰裏邊嘅帝景軒，總共咧係有5座嘅，位置咧居高臨下，當中咧仲有啲特色單位添。今次就為大家介紹呢一個6座頂層複式連天台嘅單位。實用面積2215尺，入門口就見到呢一個單位採光度極高，因為呢一個單位係採用橫廳嘅設計。依家呢，我哋就係睇緊單位嘅飯客廳，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除咗係望返帝景峰裏邊嘅帝景軒、帝景台之外，仲可以遠望九龍半島嘅遠景。單位嘅飯客廳面積相當闊落，點樣擺家私同埋餐台完全都唔係問題，仲有好多鬆動嘅空間。複式下層有一間睡房，呢一個睡房最啱呢，就係可以做家庭娛樂室，或者係俾老人家居住。廚房面積呢都相當實用啊！依家業主已經係提供咗各類型嘅煮食爐具同埋廚房電器，備餐同埋煮食嘅空間相當充足。廚房裏邊仲有一個工人房嘅，依家訂做咗張上下格床同埋儲物櫃，工人都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同埋獨立用嘅洗手間。行上樓梯之餘呢，有呢一個俾客人專用嘅洗手間。依家就係從呢一個內置樓梯上到單位嘅樓上睡寢區。主人房嘅面積相當實用，見到呢單位仲係附設露台，景觀方面同樣係望返九龍半島嘅遠景。主人房仲做咗個衣帽間，可以擺放大量嘅衣物。主人房浴室設計時尚，沖涼嘅位置除咗有浴缸之外，仲有淋浴間嘅設計。行到睡房嘅另外一邊，仲有一個小套房嘅。小套房同樣係附設露台。小套房除咗有前露台之外呢，仲有呢一個後露台，望到嘅呢就係開揚山景。套房浴室儲物空間相當充足，沖涼嘅位置係用企缸。另外2間客房，大家嘅面積都係差唔多。客廁整齊企理，單位嘅浴室全部都有窗。繼續用呢一個內置樓梯上到單位嘅天台，天台呢就有一個儲物室。單位天台嘅面積大概有1001尺。除咗見到呢一個室內嘅空間之外呢，仲有戶外嘅空間。天台可以開 BBQ 同埋 party， 都唔會騷擾到其他嘅住客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